娘娘请。奇怪，弹落的火，为怎伊无法度吸起来？娘娘，这要安怎？太子，请慢车。姚地宫宫女吴青青投胎转世伫乌龙山寨，现在被大水所困，请太子收水，救吴青青一命。玉帝有令，放东海之水34600车水，一车免加，一车免减啊！也毋过，即马小玉王子已经隐世啊，请太子收水，救吴青青一命。也毋过，玉帝若责怪我，假使玉帝这边，李东兵自然来负责。那呢，我照你的意思。多谢太子，请收水。嗨！将听，此次乌龙山大水将小玉王子完全消灭，应该凡间会太平。启禀玉帝，目前虽然小玉王子淹死，但是淹水淹了无够彻底，有可能搁复活。为什么？因为李洞宾为着要救尧帝宫女转世张小慧，请了灵王四太子收水，招放了4600车水。李东宾，东兵治水，小不忍则乱大误。你虽然是一片的善心，但是你知安尼做会危害到天下间所有的百姓。东兵罪该万死。将卿，国有国法，天有天条，应该是要如何处理？启禀玉帝，李洞宾大胆反背玉帝旨意，应当打入乌洞啊！启禀玉帝，李洞宾是为着要救尧帝宫女吴青青，请玉帝看在老身的面上，处罚李洞宾下凡济世，将功赎罪。义卿所造，李东宾积损500年的寿命，下凡去。多谢玉帝，多谢王母娘娘。李洞宾啊，李洞宾，你一生想要重回天庭，甲师父调息相处，想要到今日又被玉帝所犯，拍入汉奸。实在唔知影，我李洞宾何时互你再去重回倒立宫？东华书家，参见娘娘，多谢娘娘。你心中如何感觉？弟子心中空茫一片，请娘娘指点。修道之人本来就了无牵挂，
是，你心中可有牵挂？若有若无，不敌是何？你唔知影？请娘娘明示。唔知倒位来，自然就唔知倒位去。娘娘教训的是，袂知影倒位来，回家敬父母。多谢娘娘。原来姚王子秘伫咧遐，姚王子啊，姚王子，你害得我李洞宾好苦，我一定要将你抓回天庭，将功赎罪。当年我为这断崖跳落去，想袂到竟然无伤死，唔知是毋是师傅太上老君甲我解救。真久唔捌回咧厝，唔知阿爹阿娘还有阿公应好无？应该是伫咧食，那会甲伊上饭？你是啥人？你要找啥啊？我是李洞宾，我要找阮兜。哈哈，这么大汉都找无恁兜，笑死人啊！20年，已经经过20年啊，唔知阿公的身体有好无？阿公，阿公，哎，是这样，阿公，哎呀是我，病离都转来。董斌，董斌，阿公，阿公，董斌，阿公，董斌，董斌，你这个，董斌，阿公，阿公。阿公的病哪会这么重？阿公的病，更不是我一个人所会当解决。他这下是要安怎？啊，对啊，我这还有3粒倒立宫的九转圣丹，1粒会当支持12天，3粒会当支持36天。我先互阿公食了，再去想办法。卢洞宾，你进步真济啊！为使你指点你一条明路，你赶紧去灵芝山必有方，随处千年的莲枝，你阿公病自然就会好。多谢师傅指点。阿公，你放心，病人一定会找到千年的莲枝。头前有一个村落，我落来去甲因探听看卖，看胭脂山是伫倒位。是什么酒？这么香？
可多钱啊！可多钱啊！无人卡笑。来，这两下定了，过来兄弟弟了，来噻！兄弟啊，大家来，有人进来哦！你有爽无？到底来你来？你来，你好啊！哎，来，今天大场来，你来，来，你来！好爽哦！这个你好，上去了！你别个管了，你送我！我给你。送，很够送啊！什么的？这是什么所在？哈？这什么所在？你唔知啊？唔知啊，哥，我你送你。我跟你讲啊，这个所在叫不水村呐。他拄啊，你所行的路叫不归路。兄弟啊，我看你你们都送回来，给我念起水来！过来！这两位大兄，要去延吉山，爱为倒一条路行？我唔知啦，你们知影来啉一嘴。我袂用啉酒啉我来讲，拜托。伊唔是按酒讲的呀，别吵了呀，你来走呀，来一边啊，赶快退呀。沾酒味，臭的。无要紧啦，坐等下身躯洗洗就好嘛。
你是？公主，你真是哦！姑娘，这是啥物所在？你先甲阮做做证一个，我就甲你讲，这是倒位。这袂兴趣。你是何方的妖怪？阮这毋是妖怪咧，阮是人，是有血有肉的人。你毋相信？我你问看妹啊！袂用的，袂用的。清风果真。又搁是这个小囝，我真够享受啦！哎，足够好甜的，跪起来，上回就3天了。哎呦，起，出来，上！多谢师傅。请问两位姑娘，这是什么所在？这是不寿村啊，厝啊是不归路。不寿村不归路。啊，那呢？请问两位姑娘，胭脂山是要为倒位去？这就是胭脂山啊。毋是，我是讲胭脂山的壁楚风是要为倒位去？公主，你唔免找啊，你就像这个当作是白楚山啊。你免想遐多啦，只要你肯留落来，阮大家拢会好好甲你交代啊。袂用啊，两位姑娘，请原谅在下尾故事啊。公主，你想走嘞？走。看吧。今仔日若是要赢一个话，你看别人的大神，人的大神是有灵有侠，看吧。啊，无咱即马抽签哦。23号。我对啦，多谢来，这是你哦，记得啦，我对啦，别管啦，我对，这个这钱啦，你看。在下里两这钱啦。想要甲你请教者。钱了。恁拄则伫遮是咧创啥物？啊，向庙内底是咧拜啥物？啊，这个公主你都唔知，阮即摆是咧拜阮的大神，阮的大神真有灵有侠。大仙？你都唔知啊？这公主今仔来是你好去，我即摆就带你要来看，等我豆豆甲你讲。伊是玉皇主，玉皇主，啥是玉皇主？就是伊。伊，这毋是咧，伊是阮的大仙。李东彬，我是无天无地、无上无下、酒色财气四路的兵马大元帅。大仙讲的咯，无要人讲，大仙讲的咯。小等，玉皇主，你在此妖言惑众，是天地所不容。我踮咧遮妖言惑众，天地不容。我伫咧天顶是收集众仙人的欲望，化成玉皇主；我伫咧凡间是收集百姓的欲望，才会变做今日这个酒色财气四路的兵马大元帅。我的信徒是有千千万万，人因大家拢嘛尊称我是无天无地、无上无下、酒色财气四路的兵马大元帅。玉皇主，你的口气阁真大，啥物无天无地、无上无下？我玉皇主无爸无母，无爸就是无天，无母嘛就是敢若无地。我安尼讲，那为什么唔高调？太上老君，伊无爱收我做徒弟，众家仙人又阁无爱甲我做朋友。安尼讲起来，我毋是无上无下，我是啥物？玉皇主，你无需要加讲，我看你也是速速随我回倒入宫。我相信太上老君一定会对你重钦发落。
我踮咧人间遮尔啊快活，我谁哪都爱甲你转去道路讲。叶公主，药凯无边，回头是岸。回头是岸，我的淘汰水已经死啊！以前有伊伫咧我身躯边，伊会跳，伊会笑我，我玉皇子回头毋才有意义。即摆伊人就死啊，我回头是要创啥物？叶公主，涂太子是一个伟大的人，我相信你应该要知影伊是为什么来牺牲。涂太子一直希望你改邪归正，重新做人。假使你若是搁安尼执迷不悟，就莫怪我李东斌对你无礼。安怎？你想要动手是无？那安尼，你毋免客气啊，你动手啊！叶公主，这是你逼我的。哦，事到如今，我就先让你三招，就算了解咱多日宫同门之意。哦，李东斌，想袂到你遮尔啊敖讲大声话，你敢毋知影？你的法底即摆已经大部分拢消失啊，亲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感谢恁的收看。当兵为着救乌龙山这张小慧，叫龙江太子收回乌龙河的大水，因为安尼被玉皇子刷来夺走。玉帝罚当兵下凡将功赎罪。当兵为着阿公的病，要去找到千年的灵芝，结果拄到玉皇子。当兵唔知影伊家己的功力已经消失，到底当兵的功力是安怎来消失的？伊阁是安怎来对付到玉皇子呢？敬请明仔载同这个时间继续收看，一集比一集精彩如当兵。